好，來繼續來看國內的電信龍頭，這個國華電信公司甲一統電信公司疑似來涉入到國安機密，27號予檢警搜索，而且在28號拘提10個被告到案。問過筆錄了後，國華電信的創辦人以300萬交保，另外有4個員工向申請收押。有沒有現金給中國人？有收紅錢嗎？收了多少錢？面對媒體提問，直直搖頭。伊是有掠到高富之稱姓趙的創辦人，檢調數字約談，進行會議300萬交保。穿普色西裝，伊是創辦人的囝，佇國華電信擔任總經理，進行會議150萬交保。國華電信甲一統電信是關係企業，佇咧業界是排頭前名的。因為涉嫌毀壞群眾監督甲收集個人資料，去予檢警兵分17路搜索，嘛拘提10人到案。代志就發生佇咧2005年10月，已經接受委託調查分外前，姓趙的業務經理只是調查人員偷裝 GPS， 電信社涉嫌毀壞群眾監督。檢警佇咧調查過程內底，佫甲發現這一位姓趙的業務經理，敢若接受中國人稅委託，收集特定人稅個人資料，涉嫌收人紅包錢，牽連國安問題。有沒有獻幣給中國人？除了爸囝兩人分別以300萬、150萬交保，一統電信負責中國事務開發省後的執行董事嘛以100萬交保，其中姓趙的業務經理6月就已經被以妨害秘密、甲個資法等等罪嫌起訴，如今案情升級，檢警嘛繼續擴大偵辦。